微笑当作心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。我对你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念念到永远。So in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细细念你，谢谢去面对。 总是这么难。胸中藏了一把火，这种人生说法，把承诺交给你。 把微笑当作信，却怎么也抓不住你。我对你爱不完，我可以天天念到永远。So in love tonight， 不愿意细细念你，谢谢去面对。我对你爱不完，相爱原本总是这。 谢谢我今天有打扮一下，我这套西装已经穿了15年了。好，平常以前的表演都不是这样哦，就以前表演比较知道我的听众朋友，他们都知道我只穿 T 恤，有一阵子还喜欢穿吊嘎，穿西装真的是件蛮舒服的事情，心里舒服了，但是穿的不是很舒服，很崩啊。 刚刚帮我互换呢，那群朋友是我的歌迷，不要觉得太压抑，我有歌迷的，对啊，人家 Lady Gaga 都有小野兽了，我的歌迷也有很好的组织，他们叫拉铁粉，拉铁粉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很多人会疑问嘛，他们是一个非常神秘地下的组织。为什么要给他们这个名字？是因为来自于我自己的部落，就阿美族有年龄阶层，每一个年级像15到20岁、21到25岁、26到30岁，就是5岁就是一个班级，然后一个班级会有一个班级的名称啊。那阿美族是用拉开头，就是一群人的名字都是前面是拉开头，像我是拉千禧的。 然后名字怎么取的呢？就是5年才取这么一次哦，就是要升上来的那个年级，就是15岁以上的，然后他们就会有取一个名字。然后我那时候取名字是用那5年之间的很重要的事情，来取名字。像现在差不多60几岁的，有一群叫拉闯广，闯广就是那时候杨闯广替台湾在奥运上争取到第1面奖牌，为了 觉得这是一个阿美族很光荣的事情，拉闯广。再老一点，现在差不多70岁，不知道有没有80岁啊？有一个叫拉金门的，因为那时候国民政府拉了很多原住民当那个对，叫什么战士嘛，就是拉去金门打仗，所以823炮战的时候，很多我们部落的人年轻人啊，现在他们不年轻，他们都70几岁。 去打仗，所以就有这个名字。这样懂了哈，就5年这样。然后我叫拉千禧，那你们想呢？对，千禧年。想说，人家金门打仗或者是杨传广，至少都跟部落跟阿美族有关系啦。千禧年，跟阿美族有什么关系吗？那时候我也很怀疑，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名字，就是拉千禧，很难理解啊，感觉很像板豆的拉千禧啊，听着
其实是这样啊，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们部落的长辈啊，怎么我们要叫拉千禧呢？就是千禧年跟我们部落有什么关系？啊，因为千禧年是全世界啊，就大家在同一天就庆祝这样的事情。我们老人家觉得，哇，这事情不得了，他觉得全世界的事情就是我们部落的事情。哇，我说哇，老人家还蛮有世界观的，很酷哎。对啊，全世界的事情就是我们部落的事情，所以你们有任何事情给我讲啊，懂吗？我是拉千禧的，我属于世界的。啊，拉铁粉呢，就是那时候我第一次有感受到，就是那时候我还没有发片的时候，有一群朋友就是很默默的支持我，然后因为常常开玩笑，我想要当偶像。那时候我还在穿吊嘎、穿 T 恤在表演的年代，有时候他们就很喜欢听我，每次的表演都来看我，然后他们说他们是就是很像我的粉丝啊这样，然后自己默默的窃喜，他们一直是铁了心肠爱上我的粉丝。所以他们就叫拉铁粉啊，在今年，然后我也很争气哦，我为了他们，我拿到了第1座金曲奖哦，没有给他们绕腿啊，可以哦，亲爱的，应该不能讲小野兽啊，小铁粉啊，所以欢迎大家来加入这个地下秘密组织。然后一样是用年龄阶层的观念，就是大家是一起的，然后一起成长，一起。